有一个县市今日已经开始予6岁到11岁囡仔注莫德纳，有的家长为着予囡仔赶紧有保护力，所以头一天就予囡仔去注。不过，嘛有家长烦恼副作用，要小心观察其他囡仔注完的情形，才来决定。 大树的小编、国小学生囡仔，大家照顺序来注莫德纳疫苗。现场医护人员先简单卫教，希望囡仔注射莫伤过紧张。注疫苗的过程真顺利，不过小编、国小全校有53个学生，敢若有22个家长同意，予囡仔来注一半剂量的莫德纳疫苗。第一天回收的时候，就有22位小朋友的家长同意施打，到目前为止依然是22位。 没有抽单，有的是要等医生评估之后，会进行安排施打这样子，没有疫苗厂牌的选择的问题。6岁以上的学生囡仔注射疫苗，高雄第一波是安排4间偏乡的国校，70个学生完成，注射率4+7。初二这天，屏东嘛有2间学校开始替学生囡仔注射。 包括林乐国小甲蒂摩尔国小，拢总有197个人完成注射疫苗。林乐国小家长大部分拢同意，希望先予囡仔有保护。不过，要求家长真烦恼注射的副作用。还是想要观察一下其他人施打的状况，再来评估说要不要注疫苗。本来我是想要等 BNT 啦，对，但是因为那个最近就是屏东也蛮严重的，然后我先生就觉得说，先打先有保护，打也担心，不打也担心，干脆就打就好了。屏东县对初2到13会陆续安排学校注射疫苗。教育处表示，若是未赴伫学校注，14迄天33个乡镇市卫生所嘛会加开儿童疫苗门诊，家长嘛会当带囡仔去注射。记者陈嘉文、刘伟做综合报道。